今日要来讲读上帝话。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第4到第8节加13节。哥林多前书13章第4到第8节加13节。现代中文译本伫267页。你坐位前后圣经，会使掀开来同齐共读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共读圣经。听是坚忍的、仁慈的，有听就无怨妒，无自夸，无骄傲，无做冲动的事，无自私，无容易生气，无计较别人的歹，无介意不义，只介意真理，听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盼望，会忍受一切，听是永存的。讲道的才能是暂时的，讲言语的温数总有一天会废无，财物也会正做过去。13节，总是信心、盼望、听这三项永远存在，其中上介重要的是听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耶话去行的人。今日咱带主任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“真爱永远袂孤单”，请大家恭敬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对旧年的过节了迄个礼拜，咱开始分享爱的真谛的系列的讲道。到今仔日，咱差不多将近超过1冬的时间，咱来分享这个系列。所以牧师今仔将这个圣经节咱去重新复习一遍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到第8节，咱用1冬的时间来思考这个经文。然后咱今仔要伫遮做一个简单的结论。牧师的题目就是真爱永远袂孤单，因为听亲像一个水泉同款，会当带予咱的生命生存的快乐。咱的生命咱亲像一个田园同款，拢需要有听的水泉来咱滋润。有一寡人对牧师讲：“牧师啊，我咧听这个爱的真谛的系列的中间，我真感动，我嘛真愿意去听人。但总是伫听人的过程中间会拄到困境。有一寡人常常伫付出听的过程中间受伤，互咱失去意志，佮付出听心。听好亲像孤单，找袂到听的动力。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面对这个问题，也为这个系列的这个讲章来做一个结束。咱要领受上帝的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阮确信你的话是活泼有快乐，会当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。所以主啊，我们静静来领受，我们用较无的心，欢迎你的话进入阮的心中来改变阮。阮特别也恳求主，你将信心、盼望甲听放伫阮的心中。互阮伫领受你的话了，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，来荣光你的名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伫咧付出听的过程中间，咱来明白一点，就是咱人的快乐是真有限，咱人的快乐真困难，就会孤单。所以，如果咱若单纯用咱家己的听去听对方的时阵，咱真紧就用了。所以，咱会当对这几冬来，咱来哪悬的离婚率看出来。夫妻斗阵久，失去起初的听心，感情就变正，两个人就无法度去继续听。为什么？因为双方拢是用家己有限的听
来疼对方。咱亲像一个灯台同款，古早时咧点灯火，就爱添油。咱无将这油搁来添落，也是讲咱已经无油啊，火就花去。因为咱知影要坚持一件代志，特别是要坚持一件代志，久长的时间是真困难，需要外力人帮衬。前一站牧师也大家分享讲，我拢咧控制家己的体重对无？顶礼拜去台南开总会，等于我的故乡开总会，叫转来10000加半公斤，较放纵几工尔。有人也问我，你暗时毋是拢会出去运动，会去行路？对啊，我嘛出去行路，拢行去食宵夜。所以要坚持一件代志，久长的时间是真困难啊，需要外力甲咱帮衬。牧师，我看过一份资料，讲根据美国一个大学的研究，伊发觉讲，伫美国的离婚率真悬，差不多3对中间有1对的离婚。但是伊佫继续研究讲，这对夫妇如果若是伫教会中间举行礼拜结婚呢，安尼伊的离婚率会降低，降到15对中间有1对的离婚。但是伊佫继续调查，如果这对夫妇毋简单伫教会中间举行结婚礼拜，因佫固定参加教会聚会，因也常常做伙祈祷、做伙读圣经，安尼这离婚率会降低到每1105对中间才有1对的离婚。所以对3对到1105对，这是相当大的差别。这表示讲有教会的帮衬下面，咱的婚姻甲爱情会无相款。对这个调查报告中间，咱发现，靠咱家己的疼，真容易就孤单。若有哪一外在的环境会当帮衬咱会当维持更较久。特别是如果咱会当找到一个袂孤单的疼的供应者，安尼这个疼会当维持落去。所以感谢主，咱有一个永远袂孤单的疼的来源，这是咱的上帝。上帝是疼，上帝对以色列人讲：“我用永远的疼你，所以我用慈爱吸引你。”而且咱要注意上帝毋是讲我用暂时的疼你上帝是用永远的疼来疼咱。这永远是代表啥？代表永远无停止，永远袂停止。上帝的疼对古早到现今，对年初到年头到年尾，对日出到日落，拢是遐尼疼，无停止，时常咧循环。咱所敬拜的上帝，是一个不断咧供应咱疼的上帝。伊无拄眠，袂爱困，伊永远拢会照顾咱。所以咱一直到今日，咱拢要享受上帝对咱的稳定甲疼痛，无停止。永远也代表伊永远袂变质。上帝对人的疼的品质顶面永远袂改变。咱人疼人一段时间了，咱的品质会改变。咱俗语毋是安尼讲久病无孝子对无？久病无孝子嘛。就是讲本来一个真有效的人，伊久长去照顾是大人，照顾到有一天伊嘛会累志，伊体力嘛会软弱，心智嘛会软弱。因为人的疼会变质啊，但是上帝的疼永远无改变。咱看记着，人背叛上帝，上帝有缘遐尼疼人，伊派先知来苦劝人归向伊，甚至到落尾将伊的独生囝献予世间人。所以上帝的疼，伊品质顶面永远无改变。第三项，上帝的疼永远袂衰减，伊伫品质顶面无改变，伫数量顶面永远袂减少。上帝的疼那亲像一个永远袂孤单的泉源，一直咧充满咱，到现今有缘不断透过圣神来供应予咱。所以这种上帝既然用永远的疼咱，咱嘛爱彼此相疼。所以咱前2礼拜所读的经文中间，耶稣讲：“我赐予恁一条新的命令，咱是要叫恁彼此相疼。我怎样疼恁，恁也爱彼此相疼。”所以上帝用永远的疼咱，
耶稣基督用伊疼的典范来帮助咱，咱也爱照安尼去彼此相疼。所以当咱软弱无力的时阵，上帝疼就开始帮助咱，加添咱气力，互咱的生命得到更新，互咱的疼重新点倒，因为咱的疼的源头永远袂孤单。既然疼的源头永远袂孤单，咱就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迄个疼的管道毋通互伊断去。咱知影，咱伫厝里水道头一开，就水走出来。咱毋通戆想讲，安尼去买一个水道头来黏伫壁面，迄水就会走出来，毋是安尼呢？是安那？因为水道头伊后壁有迄个水管会连接伫迄个源头，所以水会当透过即个即个水道安尼流落来，咱伫厝里就会当使用即个自来水。所以伊是连接水源，所以咱要明白，疼的根源永远袂孤单。咱嘛毋通互即个疼的管道断绝去。咱有限的人会当透过即个疼的管道的连接，互即源源不断的疼进入咱的生命中间。咱有读一段经文，已经读真侪遍。耶稣基督对咱讲，伊是葡萄树，咱是树枝。迄个常常甲耶稣基督结连的，伊也甲咱结连，咱得当结真侪果子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即个管道咱就爱互伊畅通，毋通互伊断绝。但是咱嘛毋免伤过犹豫甲烦恼，因为保罗先生伊捌讲过，伊捌讲，啥物人会当互咱甲基督的疼隔绝？伊讲，点讲是患难，是困苦，是迫害，是妖恶，是赤身裸体，是危险，是刀剑。保罗先生伊见证讲，伊深信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权力的，是现在，是未来，是悬的所在，是低的所在，是白的受造物。伊讲这物件，拢袂当互咱甲上帝的疼隔绝，因为这个疼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的。保罗先生咱讲这项代志，所有即世间存在的现象，拢无法度互咱甲上帝中间的疼被隔绝，因为这个疼是伫国外主耶稣基督内面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都爱常常伫这个国外主耶稣基督内面，甲伊结连做伙，这疼的管道就袂断绝，咱得当源源不断去领受对上帝来的疼。当咱一旦甲主耶稣基督结连了，咱产生源源不断的疼的力量，这种疼的力量会带来真极大的效果。所以，咱要真实明白，这疼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，也带来真大真大的影响。咱今日要举行圣礼典，有真侪人要伫上帝面前告别因的信仰，来领受这个大的恩典。咱中间嘛有一个真侪人过去捌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领受洗礼，来领受这款的恩典。但是咱毋通袂记住，咱之所以会当认捌主耶稣基督，这是因为伫150几年前，有一群宣教师，因冒着因的生命的危险，将福音带来台湾。牧师过去甲大家分享过，早期这宣教师派来台湾的宣教师，拢是伫因的国家非常优秀的青年人。因若留点伫因的国家，拢有无限的发展。但是因甘愿放弃这个，漂洋过海来到这个偏远的地，咱的台湾。咱想象150几年前的台湾是生做啥款？因甘愿冒着生命危险，甚至有真侪少年人、宣教师，因伫来过程中间，因为病痛，因为海难的缘故。传染的缘故，死伫路上，因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个偏远的所在，将福音传给人。这若毋是因为上帝的疼，这若毋是因为疼的力量遐尼大，咱今日无法度接受这款的恩典。
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要相信听有极大的力量。伫我大学的时阵，伫对信仰也未真认真的时阵，有一遍台南大专中心办一个活动，我有机会去参与，去到一个天主教的机构，就是德勒沙修女所办的这个德兰园去参观。我一入去迄个机构吼，有一幕吼，我永远无法度袂记得。我一入去迄个机构内底，我看见一个女性的义工，伊伫遐咧替一个老大人用药啊膏骹。其实迄个时阵我也少年咯，我看到迄老大人的迄个骹吼，已经腐烂到一个程度吼，我看到我就共共要吐出来。但是即个义工竟然用伊的手咧替即个老大人膏骹啦。我讲吼，即款的工作吼，一个月互我10几万，我嘛无要做。但是后来我慢慢接受即个信仰，理解信仰的内涵的时阵，我才知影讲吼，每一样拢有软弱，但是因为对耶稣基督的疼的动力、疼的力量，互咱会当超越过咱的自私甲软弱，所以咱较有力量去做这代志。迄个义工去做这代志，嘛无法度得到什么款的谢礼，因就是完全奉献家己去做这代志。后来我常常会参与一寡义务性的服侍，我深深明白，若毋是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搁较济钱我嘛袂做。所以听的力量是遐尼大、遐尼远，咱会当使用这款的力量来荣光上帝，互众人得到利益。听的力量真大，咱来看听的价值。咱拄则所读的经文，安尼讲，伊讲，总是信心、望、听，这三项是永远存在，其中上界重要是听。保罗咧说明讲，一项有价值的物件是啥物？一项有价值的物件是袂随着时间的改变来消失的。保罗讲有三项代志非常有价值，非常重要，是永远存在，就是信心、望甲听。但是保罗先生讲，其中上界大、上界重要是听。为什么？因为伫遮信心是指啥物？信心是指人对上帝怀着感恩甲倚靠的心。望是啥物？望是对上帝的信赖，咱心中怀抱着一种望，咱知影信靠耶稣基督，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，这是望的目标。但是无论信心、望甲听，无论是信心还是望，保罗认为这两项拢比袂过听来的重要。而且听是指一种阿加贝的听，就是咱过去一当中间所分享这种来自上帝真的听。伊所表达的意思就是，伊是一种无私、一种奉献、一种无求回报、真诚的听。伊讲只有这款的听，才会当永远存在，而且听是比信心甲望更加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只有信心、只有望，无听的缘故，这个信心甲望其实有一个限制。信心是互咱得到救的锁匙，是互咱家己得到利益，袂当互真侪人得到利益。相反，望嘛是相反。如果有望无听，这种望是自私的另外一方面。咱家己对上帝有望，会当加强咱的信心，互咱赢指上帝稳定。但是对着别人，袂当带来影响。只有信心、有望，搁有听，咱才会当将这款的听传出去，互别人也透过安尼来得到稳定，得到上帝要赏赐因的稳定。所以咱来明白，听是非常重要，而且有价值的。既然听存在着这么大的困难，这么大的价值，咱就应该爱成做一个听的使者，将这款的听传出去。关系传福音这件代志，是讲传扬上帝的听这件代志，牧师有两项提醒。第一项就是咱爱家己先经历，而且享受听。虽然听是上帝给咱的天性，
但是如果你若无经历过痛，无享受伫痛的中间，咱比较较困难正确去表达痛。咱会用咱家己的意念去表达痛，这拢无够。所以咱爱先伫教会中间有团契、有小组，互咱先去经历上帝的痛，去分享来自上帝的痛。伫咱的周报内底有真侪只今仔日要受洗礼的人的见证，牧师看了真感动。因来到教会中间有真侪兄弟姊妹听因，所以因明白到，教会中间是充满痛，所以因开通接受这款来自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咱伫教会，也是讲伫团契中间，伫小组中间，咱先经历而且享受痛，然后咱才去分享，才将痛传播出去。咱知痛会当感染，会当影响别人。咱中间所有的人应该拢知影有一个人叫做海伦凯勒。海伦凯勒伊生来目睭都看无，耳孔嘛听无，所以伊就无法度正确讲话。但是伊有一个老师，伊老爸请一个老师叫做安苏利文，这个老师来帮助伊。因为这个老师对伊的祝福，对伊的教导，所以互伊成做一个作家，而且影响着全世界。伊用伊的一生来带互真济生来甲伊拄着相款问题的人真大的鼓励。所以这个老师对伊的影响真好，真大。这个老师叫做安苏利文。但是咱对安苏利文可能较无了解。其实这安苏利文伊细汉嘛生长伫一个无真温暖的家庭。伊老母真早过身，伊老爸因为啉酒的缘故，自细汉就来气杀。所以伊就被带到一个孤儿院一个收容所。伊初到这个孤儿院收容所的时阵伊人真孤僻，无要甲别人合作。因为伊伫细汉伫厝里都无法度享受迄个疼的温暖，所以去到迄个孤儿院的时阵更加家己怨叹。因为伊破一种病撒盐，互伊目睭差不多强要未看见，无看到。所以伊常常伫遐啼哭，常常甲人冲突，会加人会拍人。真济这孤儿院的所有老师对伊拢无办法，只好将伊安置伫一间独立的房间，互伊家己伫遐嘛无人愿意去甲伊亲近。后来有一个咧摒扫的一个查某囡仔，年岁甲这安苏利文迄个时阵差不多。伊伫即个咧负责摒扫的中间，发现讲这独立的房间中间有这安苏利文住伫内底，伊就去甲伊亲近，甲伊关心，甲伊讲话。无人要插伊的时阵，甲伊讲话，佮煮一寡点心送去互伊食，慢慢甲伊建立关系，互伊温暖，互伊开始对别人产生有信心，开始拍开家己的心门。有一遍有一寡事业家来到这个孤儿院来访问的时阵，这安苏利文就把握机会，就跳出来讲伊想要读册，要受教育，求这个事业家会当帮助伊。后来这个人就来帮衬，来送伊到教育的机构，医好伊的目睭，互伊会当伫一个较好的环境顶面受教育，后来成做一个视障的一个教育家，专门咧辅导这个生来这个身躯有病痛的这个囡仔。后来海伦凯勒的老爸就请伊来教海伦凯勒，因为伊的影响，所以海伦凯勒才会当成做一个伟大的人物。所以咱对这个故事中间，咱了解来讲，这痛有一种力量会当去改变人的生命。如果你若不断去分享的时阵，你经历到的痛，你来分享出去，就当为别人带来影响。一个咧清洁的查某囡仔，将痛分享给安苏利文，安苏利文较用痛来帮助海伦凯勒，这种痛会当感染，会当分享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教会中间享受痛，咱来将这款的痛，互伊抹出来，去甲台湾的社会中间来帮助其他欠缺痛的环境顶面的这些人，
互伊明白真实来自上帝的疼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徛踮伫一个欠缺疼的社会中间。我记我细汉的时阵吼，老师拢讲咱台湾是全世界上较有人情味的社会。我细汉确实是感受安尼，但是后来我感觉台湾慢慢咧变，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就疏离，迄个疼慢慢伫咱的台湾的社会中间消失。过去若伫迄个庄骹，一个人发生啥物代志，全村的人拢会来帮衬伊，规庄社的人拢互相认捌。但是今仔日咱台湾变做安怎？别人兜的代志甲咱一点仔关系无，别人的囡仔死袂了。所以咱生活伫一个真欠缺疼的社会。即款欠缺疼的现象，毋是用什么款的政策会当改变的，只有用来自上帝的疼，才会当真实改变咱台湾，互咱台湾带来祝福。所以咱应该伫教会中间，咱已经领受上帝极大的疼，咱爱求上帝伫咱的心中动工，互咱伫台湾即块疼的旷野中间，也落疼的种子。这种子会当大长起来，也未认捌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也领受来自上帝真实的疼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时阵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有这个疼的使命，真实带予台湾这个国家真大的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你互阮用一冬久来学习听的功课。主，阮是软弱有限的人，所以伫实践听的过程中间，阮往往也会失去意志。求主用你的圣心来帮助阮，充满阮，互阮甲听的根源连结，源源不断对你遐领受听，也当将即款的听分享出去，带予阮心爱的国家台湾。更较大的愿望，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